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7月11号，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40节，恢复志趣，得享宁静。好不好？我们听一下现在在你耳朵旁所响起的这一段音乐。我们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其实不是一个声音，但是让我们确实觉得很宁静。它是四重奏哦，它是透过不同的乐器弦乐而组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统一不是一个好办法，也不是这位创造主的心意。他的心意乃是要我们能够和谐。这段音乐是赞美之泉弦乐的四重奏，但是在一定的次序下，却能够让我们在这疫情当中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40节这样说：凡事要做得恰当而有次序。很奇妙的这段经文其实是说到很多人都关注的，也就是一开始经文说的，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或许我们心里正有一个声音说，那么应验牧师，你现在正在说话呢？还有我在台上在台下曾经看你讲道说话呢，那么保罗的心意是什么呢？我想你应该明白，保罗说的意思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因为我们从前面的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跟在许多的经文里面，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哦，很多的初代教会有女性的同工，百基拉、腓利的女儿都曾经是说预言，是教导人的。那保罗绝对不会是一个禁止女性来教导的，所以我们就要想，他在这一段经文的前后文跟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他要说的是针对那时候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背景乃是当时候的教会，他们是崇尚自由啊，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有了自由，在这个从这个被束缚当中突然被放出来的所拥有的这个自由，以至于他们一下子冲过头了。我们看到有许多的领袖，他们说方言，说预言很多的圣灵的这个动工在他们当中，于是有很多人很敏锐的就成为那个带领人。我想我们要了解保罗所教导的是出于圣灵，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圣灵的指挥下，像我们现在听的这个音乐一样，我们是要有次序的。若是没有次序，是没有智慧的，尤其在聚会当中。只是他在说的这段的时间那时候的情况正好是妇女们她们直接直觉的领受，而没有去判断当时候的情况，而就
随心所欲说出他们所领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他今天在这里经文最后39到44节，其实也说到弟兄们哦，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好不好？我们都能够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下。上帝是一个最好的指挥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都一个出口跟一个器皿，但我们什么时候要说话，什么时候不应该说话呢？那么让我们都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都让上帝来指挥我们，使我们真的成为一首非常和谐的音乐，可以使这世上的人听了我们所奏出来的这些音乐我们所见证的真的是能够让人认识这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给人有次序，求神你赦免我常常因为无知甚至是骄傲带来混乱跟伤害，求你让我可以更谨慎自己的言行，凡事能够做得恰当有次序，荣耀主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次序，可以见证这一位和谐的神，使人跟神可以得着和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来订阅我们，来鼓励我们。我们明天见。